咁多人出，咁多人翻，安安全全、齊齊整整，得唔得？加油！挑戰，加油！挑戰，我哋做咗10年逆流挑戰，逆流挑戰係挑戰不可能。我哋帶好多學生去走遍大江南北，訓練咗一批又一批嘅年青人，有一個鋼鐵般嘅意志，對佢嚟講係走未來嘅路咧係非常之成功嘅。呢一次嘅活動咧，我哋嘅籌劃咧都係諗住係用一個更加創新嘅方法啦，就係以單車代步重走長征之路嘅。每一個踏出嘅一步都係千里之行，始終行，每一步都係新嘅體驗。長征精神，我覺得核心就係我哋唔可以忘記我哋嘅根本，我哋要飲水思源。所有都係一班烈士同埋革命英雄去為我哋鋪嘅道路，所以勿忘本係我今日諗到嘅一個長征精神。長征精神就係唔放棄、唔放棄同埋唔放棄。我嘅長征精神就係為咗理想可以付出任何代價鬥到底。認識自己嘅國家，認識我哋近代嘅革命歷史，從而我哋可以更加能夠為我哋未來貢獻我哋自己嘅國家，獻出一份嘅力量。一齊去互相扶持，有困難嘅可能可以一齊去為大家對方加油，去一齊去完成一個任務。所以可能個困難大家都會相同嘅困難，但係佢哋都會互相去幫助。